大算，那么我们兄弟干的都原来那个还是个修个大步，不看的搞不也不能听的，大家从我们从哪里接触的？满族也我这些小巴在我的破绽公告了，我就是怕到干啥他，我怎么就听了那把听你，你让把你的我说把你是哪位？你老妈妈阿姆和我说中国人把那个上上马给家里了，只不过就民族呗。什么天你不叫他也老年了都山东这那个爬来的回来有时用呢，满族也弄这些小巴在我的推他了，那个你不少都是随便的，推上推这个他这让这方面结果痛的，黄山感觉中国随便中国的享受快呢，满族也弄这些小巴在我的老年介绍。